監獄理應係全港守衛最森嚴嘅地方，但如果我話你知，有囚犯竟然可以喺入邊唔知邊度得到嘅易燃物品以及火種，燒到自己入廠，你第一個問題會係咩？係咪同我一樣有個疑問？究竟支火機點樣入到去？今朝凌晨5點幾，天都未光，全港設防級別最高嘅赤柱監獄出咗單大鑊嘢，一個24歲因為販運危險藥物而被還押嘅男囚犯，竟然喺赤柱監獄入邊囚室內試圖點燃物品自焚，諗住做傻事。哇！啲懲教人員即刻衝入去救火救人，場面一度混亂。個犯當事人就清醒，但係個身同對腳都燒傷晒，要即刻送出去公立醫院急救。好啦，新聞重點嚟啦！呢位仁兄23年10月先因為衰運毒而入冊。大家諗下，一個24歲仔為咗搵快錢幫人帶毒，結果搞成咁，可以話係食自己種嘅惡果。但係成件事最恐怖、最令人心寒嘅地方，唔係佢做傻事，而係一個根本性嘅問題。啲易燃物品邊度嚟？支火機又係邊度嚟？赤柱係高度設防監獄喎，所有訪客、物資入去前都要經過 X 光同人手雙重檢查，囚犯更加係底褲都 check 埋。咁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？係咪有人蛇鼠一窩，內神通外鬼？定係成個保安系統由上到下根本就有一個巨大到你唔信嘅漏洞？懲教署嘅官方答案永遠都係嗰句：本署一直採取一切可行措施，防止在囚人士作出自殘行為。喂，大佬啊，而家就係發生咗事啦，你嘅可行措施喺邊度？今日佢係燒自己，如果佢係攞住火種喺工場、喺飯堂發動攻擊其他囚犯，甚至懲教人員，後果係咪不堪設想？到時邊個負責？呢件事絕對唔係單一事件咁簡單，佢揭露嘅可能係監獄管理入邊一個我哋平時睇唔到嘅黑暗面。好，翻嚟我哋開頭問嘅問題，究竟一支火機點樣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闖入一座銅牆鐵壁？我可以俾個冷知識大家參考下。喺監獄嘅地下經濟入面，一支普通嘅煙，一個幾蚊嘅打火機，個價錢可以炒到係外面嘅幾十倍，甚至100倍。有暴利就自然會有人搏命。究竟係外面有人搏命帶入去，定係入邊有人搏命去收埋，甚至製造？呢個問題，懲教署必須要俾全香港市民一個交代。你點睇呢件事？係個犯自己抵死，定係成個系統都有問題？好彩今次冇燒到其他人咋。你哋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知道呢個世界咩荒謬嘅事情都會發生。